明知犯法都照食，真係補身定係補充虛榮心？今日我哋傾下食野味呢個話題。大家好，我係金仔。睇片之前記得點讚訂閱，多謝大家。喺中國古代有條友叫孟子，當時佢已經講過魚與熊掌不可兼得。大家唔好理呢句話乜意思先，因為個 point 係熊掌，就係話喺嗰個連互聯網都冇嘅年代，古人就已經開始食野味啊。舊陣時，一般人嘅糧食都係以穀物同家禽為主，而上山打獵嘅獵人喺捕獲野生動物之後，一般都會賣俾上流社會嘅人嚟換取金錢或者生活物資。所以野味自古代開始就好矜貴，唔係一般嘅平民百姓可以食到㗎，而係有一定身份同地位嘅人先可以品嚐。久而久之，食野味自然成為古人身份嘅象徵。啱話古代嘅文人雅士都中意流連煙花之地，吹水嘅時候又中意抬高自己。幾時食過野味好正啊？呢啲用詞就等於今日有人話自己入過李嘉欣嘅屋企一樣，真係好威水㗎。由於古代冇互聯網，又冇報紙，消息一般都係靠書本或者口耳相傳。而一啲有關食野味可以醫病嘅書籍更加廣為流傳。喺當時嗰個相對嚟講仲係好單純嘅社會，連人血饅頭都有人信，何況食野味可以以形補形，就等於鹹酸菜一定要炒牛歡喜，呢個係定律嚟。荷蘭豆攞嚟炒支閪㗎嘛，呢個定律嚟㗎嘛。咁咩炒牛閪啊？鹹鮮菜。到咗今時今日，仲有人以食野味為榮㗎。我記得幾個月前拜山，就有一個叔父講自己搭飛機去非洲食野味嘅風流史，幾威水。喺中醫口中，野味身上某啲器官係具有藥用價值㗎，但係前提係需要經過提煉，而唔係直接煮熟嚟食。香港同大陸都已經相繼立法禁止食野味，香港嘅最高刑罰更加係罰款1000萬港幣同埋監禁10年。所以大家食嘢之前記得諗清楚，唔好乜嘢都擺入口啊！本期影片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嗱，我介紹你識啦，你唔係識嘅，呢名叫做紅燒兔仔頭，呢個炸田雞，哇，呢個巴起味啦，呢叫冚家炸田鼠，啊，攞到老母成尾家姐，啊，落佢老母嚟食啊，呢個紅燒全體野生水魚，你睇個龜頭幾多錢嚟？你諗下，一隻牛啊得一隻閪，自然佢就縮噶啦。你諗下佢要幾多隻牛先至可以炒埋一碟牛歡喜？